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要说天下女子中最像徐凤年的是哪个？那肯定就要非轩辕青风莫属了。作为本书少有的奇女子，轩辕青风又是如何走上武道之路的呢？轩辕青风出生于建州2大豪阀世家之一的轩辕家，是轩辕家大房轩辕敬成的女儿。在建州有个习俗，每个孩子出生时都是通过抓阄来取名字的。轩辕青风抓阄时，并没有抓到大人们所想的胭脂水粉，而是抓到了一柄小巧锋利的青玉剑，于是便取名叫做轩辕青风。作为轩辕家大房的女儿，轩辕青风本来可以当个养尊处优的大小姐，只不过因为辉山的变故和父亲的隐忍，轩辕青风被老祖轩辕大盘看上，要被选去当双修的炉鼎，于是便有了大雪平的那一场战斗。轩辕敬成和轩辕大盘同归于尽，轩辕青风成为了新任轩辕家家主。这个本来只是性格上嚣张跋扈了一点的大小姐，经历了这场变故后，就成为了杠顶整个家族的犀利女强人。成为家主之后，她极其强势，整顿辉山的势力后，将自己薄情的母亲给逼死，去陪自己那可怜的父亲一起上路了。随后按照父亲的安排，和徐凤年达成协议，成为了北凉的附属之一。轩辕青风也在徐凤年的扶持下，很快就将辉山管理得井井有条。通过北凉送来的武功秘籍，还有辉山所藏的秘术，轩辕青风的境界一日千里。此后又吸取了无数的高手和门客的武学修为，得到刘松涛和赵皇朝的馈赠，加上徐凤年给他的玉玺吸收气运，短短数年的时间里，轩辕青风在春申湖的擂台上，面对6位武道高手的挑战，将他们一一击败，以绝对的实力成为了江湖数百年来唯一一位女子身份的武林盟主。这样的一位奇女子，又是如何爱上徐凤年的呢？徐凤年曾说呀，世间诸多女子，唯独轩辕青风最像自己。如此相像的两人，又是如何产生感情的呢？轩辕青风初见徐凤年的时候，后者还在进行第一次的江湖游历，当时他的身边还有着配着木剑的温华，两人的着装在当时就和乞丐一般，衣衫褴褛，狼狈不堪。见到惊为天人的轩辕青风时，两人不知廉耻的品足了一番，竟然当场调戏了起来。温华的一句此女神的屁股大，以后可以生男孩，将轩辕青风彻底激怒，于是便持剑满街追杀两人，将两人给痛打了一顿，就此结下了恩怨。等到和徐凤年再次见面时，后者从狼狈不堪的乞丐变成了北凉的世子殿下，身边有着北凉的骑兵护卫，意气风发的样子，哪儿还有半点昔日的狼狈？轩辕青风想要报当年的调戏之仇已经不太可能，而徐凤年此次游历江湖，在轩辕敬成的请求下，也卷入了轩辕家的风波中。知晓轩辕敬成的安排后，徐凤年同意了。大雪平一战，轩辕敬成和轩辕大盘灰飞烟灭，轩辕青风在旁边看着父亲死去，俨然变成了一个孤儿。看着子怡落泪，徐凤年在大雨中为他撑伞，高大挺拔的样子就此烙印在了轩辕青风的心中。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，轩辕青风爱上了徐凤年。徐凤年在轩辕青风最伤心无助的情况下，给他提供了一丝温暖，这份感情也在之后的接触当中越来越热烈。可惜骄傲的轩辕青风没能和徐凤年走到一起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要说天下女子中最像徐凤年的是哪个？那肯定就要非轩辕青风莫属了。作为本书少有的奇女子，轩辕青风和徐凤年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？轩辕青风因为获得众多的馈赠和机缘，成为黎阳新一代武林盟主后，实力已经达到大天象。在两莽战争开始前，轩辕青风来到了巨北城，是18宗师之一，和徐凤年并肩作战。这一战过后，18宗师死了8位，轩辕青风活了下来。受了重伤的他，被呵呵姑娘从死人堆当中给背了出来，而他和徐凤年的感情也在这一战之后升华，互相之间成为知己。轩辕青风爱徐凤年，徐凤年对他也有意，只可惜徐凤年身上桃花太多。对于轩辕青风来说，如果这个男人不能和他的父亲一样，只爱他母亲一人那样爱他，那他宁可不要。就是这样倔强的性格，注定了两人之间只能是知己。巨北城一战结束后，轩辕青风在大雪平观雪雾长生，进入了陆地神仙境。那以后，轩辕青风就没再离开过大雪平，他一直在等待一个人，那个为他撑伞、为他挽住裙边打结的英俊情郎。当初为他撑的那把伞，被他撑了40年，两人每隔10年会有一次切磋。终于到了第4个10年，徐凤年来后，看到子怡安详地躺在那里，已经睡了过去。这么多年，性格已经越发稳重的他，这一刻也难免落泪。轩辕青风那裙边的结，这一辈子都没能解开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你喜欢雪中轩辕青风这个人物吗？可以在留言板讨论。最后走之前，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！